在地消息來看，嘉義東石下暗是要佇咧魚林碼頭放煙火，有真濟要翕相的民眾甲遊客攏提早來佔位。也碼頭附近的道路是為中晝12點開始就實施交通管制。不過，那像是遊客唔知影，佮加上施工時有落雨，所以出現塞車的狀況。點響機的卡架排幾排，邊啊一個人也雨傘坐佔位。東石海之下，這禮拜佇咧嘉義縣魚林碼頭進行。日落暗時要放煙火，真濟人一早起就來佔位。我們10點50就到。早上就來了。對啊，我們9點半從家裡出發。來了。還難說。就是打完之後看散場的時間。鋪路佇咧桌頂、盤頂，遊客一批一批來到會場。當地產業業者本來希望放煙火會當互因生意較好，不過天公伯無鬥3工，煞落雨。都下雨天就目前人潮就比較少，而且就管制起來，就目前就是要有通行證才可以進到會場裡面。停車場內邊車停甲滿滿，為了要應付這麼多人車，魚林碼頭附近的路自中晝12點開始分階段交通管制。不過有真濟外地遊客唔知影交通管制，而且佫落雨，塞車塞甲真嚴重，有人規支車停路邊，野雨傘行入去。每一個路口，警察局都有派警力維持這個交通秩序的。假如說這個時間沒有辦法進至東石漁人碼頭管制區的話，鳳港那邊也是很適合觀看高空煙火，還有網寮村這邊沿海和沿線事實上都很適合觀賞。魚林碼頭6月才因為白龍鎮賽高空煙火秀，人超過暗算。佇咧散場的時陣，人車是塞到暗時11點外才消透。為了要防止這種情形佫發生，鄉長講，縣府已經出動250位警力進行交通管制。若順時按算1點鐘久內就當攏消透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